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，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。我今日吩咐你的這些話，都要記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導你的兒女。無論你坐在家裏，走在路上，躺下起來，都要吟誦。主再問我幾多次，能否拋棄救我，單單愛你耶穌。感謝上帝引領教會開辦學校，肩負教育兒童、青少年嘅使命，教導同埋啟迪都係你看重嘅，將呢個尊貴嘅託付喺我哋嘅手中。求上帝加能賜力俾所有為教育默默耕耘嘅教職員，使佢哋效法基督耶穌一樣堅守教育使命嘅初心，引導學生走當行嘅路，到老也不偏離。今天我們願意秉承着耶穌的教訓，在龍門居一帶實踐傳道服務的使命，致力教育，又願意在主日中反省教育使命，引導學生同心敬拜上帝。門徒問耶穌：這比喻是什麼意思？他說：神國的奧秘只讓你們知道，至於別人就用比喻，要他們看也看不見，聽也聽不明白。今日呢，我哋都係一樣㗎。我哋呢，可能聽咗好多聖經嘅説話，可能上咗好多聖經嘅課堂，但係我哋呢，若果真係要得着基督教教育嘅好處呢，我哋呢，唔係淨係純粹聽完就算啦，我哋應該要好似門徒一樣，走去親自去問耶穌。咁我叫李卓南啦，咁我今年讀中五嘅，咁我喺2020至2021年度學期畢業嘅，後面即係翻得越嚟越多，咁我而家中五啦，即係5至6年啦，但係參加咗呢個活動，咁喺度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、導師，都一齊玩都幾開心嘅，咁我都好中意翻嚟呢度嘅，呢度好似我第二個屋企咁。咁有時我會同耶穌祈求下，我父母嘅身體健康啦，冇咁多拗撬啦，起碼喺屋企裏邊和諧下，和諧咯。咁唔好成日喺度家嘈屋閉咁樣，成日唔安寧咁對阿爸阿媽兩個人嘅關係都唔係幾好啦。願主向你哋仰念，賜你哋平安。阿們。